后来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造成这段车祸呢？是这个车驶伤紧，也者是疲劳驾驶，也者是这段路本身就是危险路段，也者是游览车的零件老旧咧？这个驾驶讲当时若无挡啊，才会去弄山。乘客是讲当时是这个路架的路段，车速明显伤紧咯。初步的调查，这个游览车拢有定期来做检查，驾驶嘛无超时来工作。有其他资深的司机是讲，真有可能是迄个椅啊无拍落的加速档，也者是无来使用到减速器，才会造成这个档啊失灵。车祸现场有放螺笋，本来路边提醒号志嘛被落啊歹去倒伫路边。游览车零件嘛落甲满四架，车顶人骑行李嘛因为弄到山壁这个意外，拢总落伫现场。这个严重死亡车祸是安怎发生的？出车祸地点是路架，又搁是转弯。受伤人客讲，当时司机的车速真紧，连续3个转弯拢无减速。同行司机讲，若无用1、2速，正好出车祸。下坡本来就是那个减速器或者是低档数啊，那可能没有用到减速器啦。如果你踩刹车不用2分钟，你刹车就失灵，因为车重嘛。盲人怀疑讲，敢会是疲劳驾驶才会出车祸？不过调查发现讲，这个驾驶当时才驶3点外钟的车尔，无超过时间。驾驶讲，因为打无档啊，才去弄山壁，造成这个车祸。不过涂口真长的刹车的痕。调查发现讲，这台游览车车龄才3年尔，今年年初定期检查拢合格，目前看起来，这台车应该是无啥物问题。因为地点是路架，又搁是转弯，敢是因为伤危险，爱改善。交通部长林佳龙有回应。我们未来这个路段也会纳入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的路段。虽然这一次这个路段不是因为限行或是路况导致的车祸，不过我们在苏花改完成之后，也会全线把它串联，有一苏花安的这个计划。所有的物证跟人证都跟警方跟那个运安会在研究、在调取以及询问当中。宜兰地检署成立专案小组，目前已经收集相关的资料，也有证据，要关于调查讲这个车祸到底是安怎发生的。